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午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上新的天气消息。今年第13号风台00，虽然未直接扫回咱台湾来，也毋过伊的外围环流威力愈来愈强。规台湾的天气今日拢无讲介稳定，特别是台南、高雄地区，气象局已经发布上大雨特报。有关00风台上新的动态，咱做回来听气象局上新的讲法。13号台风00，它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鹅銮鼻东方约390公里的海面上。这个台风呢，在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是有增强为中度台风，暴风半径也有稍微扩大一些，大概从150公里扩大到180公里。那今明2天的话，这个台风它会逐渐缓慢的从我们东方的海域逐渐的北上。那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我们从今天开始的天气呢是比较不稳定的。我们预计在今明2天，台湾整个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地区的降雨会比较明显一些，花东也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阵雨。那今天清晨到目前呢，其实中南部地区的降雨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气象局也有针对嘉义以南发布了大雨特报，针对台南以及高雄市发布了豪雨特报。那这样子比较明显的降雨呢，预计今明2天还是会持续，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西半部跟东北部的降雨强度可以到多少？好的。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以及在西南风跟陆风的符合的影响之下呢，我们在东北北部、东北部这边的降雨，还有西南沿海这边的降雨呢，都是比较明显的。我们预估在今明2天呢，整个西半部、东北部都有可能来到大雨或是豪雨的等级。那昨天那个剑鱼台风现在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它接下来会对台湾造成影响吗？好的。那在南海的其实是一个大的低压带啦。那在剑鱼台风的部分呢，它在昨天清晨2点的时候形成。那不过呢，它整体来讲，它的路径上都一直在中南半岛附近打转。那在昨天的晚上8点的时候呢，因为受到地形的破坏的影响之下，它的结构是比较弱的，所以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那在到清晨的这段期间为止呢，它其实就是逐渐的稍微再减弱一些。目前早上8点的时候已经把它降为一般性的低气压。那这个系统的话呢，其实未来还是在南海这附近，那逐渐的往东北的方向在移动。不过看起来它的发展是已经不会说太明显。那它的水汽上呢，还是会存在低压带当中。而随着这个低压带逐渐的北抬，我们在周5之后呢，台湾附近的天气受到低压带的影响，还是会比较不稳定一些。所以这雨会一路下到什么时候？好的。那在降雨方面呢，在今明2天是受到00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因此呢，我们在整个西半部跟东北部地区的降雨都会比较明显，而其实在华东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那随着这个低压带逐渐的北抬到台湾附近，00台风周5之后就北上了。不过低压带的影响之下，我们周5之后一直到周日甚至周1，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都比较偏多，环境也还是比较不稳定。因此我们中南台湾的部分还是比较容易有一些整天间歇性的降雨。那在北台湾呢，则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现在好像还有另外一个热点，对不对？想看哪个动态？好的。那在西北太平洋上面的热带系统呢，目前我们还有报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是在威克岛的西南方，大约东经160度左右。那这个系统呢，它是位在太平洋高压的南侧，顺着太平洋高压的矢流逐渐的往西北西的方向在移动。当然未来还有持续在发展的趋势，不过因为是离我们比较遥远的，所以说呢，它往西北西移动之下，大约呢是会逐渐的顺着高压的边缘来到日本那附近。那我们会持续观察它未来的发展以及强度。好，咱拄则听到就是气象局上新的说明，同款嘛是11点上新，要来关心政治消息。2020年总统大选，国民党党内即马真像是牛条来搭牛母，郭台铭可能有计划，王金平嘛有准备。咱即马要来听王金平上新的回应。这是民间关心台湾生存发展的人士他们的建议。那他们认为，现在这个2大党呢，都不值得他们信赖跟
一个期待，所以他们期待有一个大联盟的一个产生。那呢，希望这是顺天应人、应运而生的一个这个组织。那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以捍卫中华民国、维护台湾主权为主旨，那么来进行筹组。那这个组织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进行内部的一个这个整合，或者是一个这一个谈论，所以这是民间关心台湾的人士所建议的事情。那因为这个反送中这个事情这个香港的这个众志秘书长的黄之锋是特地来台湾，他昨天拜会了林飞帆，也拜会了黄国昌，那有跟院长这边有做希望见面的这样的要求吗？没有，没有。那院长会排斥跟他们见面吗？到时候再说吧。那院长还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昨天这个吴敦义主席到了高雄，是跟韩国瑜直接当面拥抱，破除了幻觉，你怎么看？这非常好该尽一切努力。那么希望呢，国民党最后能够在这场战局中翻转，这是党主席该努力的地方，也是该这个呈现出来的一个风度跟气度。那院长您怎么看？就是这样的传言是不是就等于被不攻自破了？算了吗？当然就把它认为是不攻自破的一个说法嘛。希望国民党也能够真正团结。院长接下来有要跟宋主席见面吗？还没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再见面。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拄则记者冒问到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来到台湾访问，要拜访民进党，还有时代力量立法院的党团，呼吁大家会当支持香港。嘛，望伫咧新历10月初进前，台湾会当办一个大游行来挺香港民主活动。总统创文自头到尾拢一直真关心香港这届反条例。下早针对这件代志，有相关的回应。详细的情形，赶紧联络记者肖秉仪来带咱了解。秉仪。好，各位观众呢，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昨天来到台湾进行访问。不过呢，他昨天也说，希望在10月1号之前，那么台湾能够举办大型的游行来力挺香港的一个民主自由。好，那么一直长期关注整个香港反送中事件的总统蔡英文，今天上午呢被问到呢这个相关的一个议题他也说支持香港来争取自由民主。带您听一下蔡总统怎么回应。对香港人民追求自由民主我们是支持，而且是非常支持的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台湾人民还有世界上很多的人对香港的这个关心被曲解为我们介入那我们没有介入，但是我们非常支持香港的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追求那我们现行的法律已经提供足够的基础让我们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提供香港的人民必要的协助。好，可以听到呢，蔡总统对于呢香港反送中的事件呢是相当的关注。不过呢，外界也会关注说，如果我们自己呢非常的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外呢，会不会激怒到对岸？那么现在外界也会考虑到所谓的像是黄之锋就会说，他呼吁呢台湾政府这边能够修订难民法，还有外界像是呢时代力量也说，是不是相关的条例或者是港澳条例都要来做修订？好，那么对此呢，事实上呢，蔡总统也说，这相关的一个法规，其实上都已经有完备的一个相关的法律的一个条例。好，那么因此呢，对于呢这整个目前香港反送中事件呢越演越烈，总统蔡英文呢关注香港的情势发展，是做出以上的一个回应。将目前现场最新情况，再把时间交换棚内。多谢秉仪，插播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台北市林森北路一间酒吧，一个查甫人规身躯全刀伤，倒伫咧门骹口，即马互发觉的人赶紧送去病院急救。警察赶到现场，发觉涂骹阁有规大只的火热，现主时已经扣封锁线，要进一步了解这件代志到底是安怎发生。
另外一个意外事故，花莲发生轿车和奥多拜相撞的车祸，一架汽车要转弯，弄到直直行奥多拜2个人飞出去，摔伫涂骹，摔一个真正力。详细情形，连线记者吴慧珊来传来了解。慧珊。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可以看到行车记录器的画面中，就在花莲的一个 T 字路口，一辆橘色休旅车打了左转的方向灯，准备转弯，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一台直行的机车冲了过来，但是已经刹车不及，硬生生撞了上去，导致这个机车上双载的2个人被撞得飞离地面，翻了一圈才重摔在地上。后座乘客呢是痛得无法起身，倒在地上，而这个骑士虽然呈现坐姿，但也无法自行起身，更是吓坏了一旁这个目睹全程的机车骑士。根据了解，这起事故就发生在花莲新兴路跟介寿5街的路口，3号中午的12点左右。事后呢，目击民众也把这个惊险画面发上脸书，提醒用路人转弯车务必礼让直行车，才能避免车祸发生。以上就是掌握到的最新资讯。插播拄则收到上新的意外消息，这是台铁一级线拄则差不多9点钟，一架货车伫咧爱宝巷滨高道附近，敢因为无载，规台车掠瘫痪，准啊骑伫咧路线。即马落水一直到龙泉这段路是无法度过，若是路南列车伫咧落水的位置，无法度搁继续行。上北列车伫咧直就爱往回。消防人员接到报案了，赶来到现场，该在这个吊伤的稳将，敢若轻砍小可切吊伤尔，人无啥要紧。搁再来关心，同款嘛是上新的消息。伫咧拄则9点15分，台铁接到报案，伫咧集线落水往回龙泉的铁基路，就是有一架货车倒伫咧这个路线。即马这个路线是未通，也就是路南伫咧落水这段路，就爱往回。若上北伫咧集位置无人伤亡，即马已经赶紧通知警察来到现场处理。过来关心，昨下晡花莲东华大厦门口发生一件车祸，一架货车和后壁一架轿车弄一个真正力，规台车弄一个变90度。上憾的是讲变车了后，这个驶货车人煞做伊走，互伊弄到的这个车主，伊的查某囝嘛讲，听到伫咧厝内嘣一声，赶紧打出来看卖，才知讲原来弄到的是家己的人。一台银色的轿车驶到足凶的，看起来拢无要动的款。尾仔车头直接弄到头前当准备要驶车转去的发财车，弄一个轿车的车顶玻璃破去。想袂到弄完了后，轿车佫继续吹油门走去。发财车就无遮尔好运啊！规台车并车顶母仔囝3个人拢惊甲魂强要飞去。迄当阵现场嘛有别的民众看到。看到他加速，你看那边那个地上那个，他在这里撞到，然后他又切到那个快车道，我就看到他那个后面，他前面已经猫掉了，然后他就这样加速，哇，很快就冲走。他跑掉了，那个车子肇事者跑掉，他有给他车号记起来。轰隆的车主的查某囝伫厝内听到嘣一声，就走出去看，结果发现是家己厝内的人轰隆，唔敢相信会发生这种代志，因为伫去年因兜的人嘛有发生过车祸，嘛同款是伫准备到厝的时阵轰隆的。去年才发生而已，现在又开始。是回家的路上，我们住在那个出口那里而已啊。轰隆的车主的查某囝讲，这台发财车是今年才拄买的，这改弄一个修理上少爱开5万块，好加在车顶母仔囝3个人拢敢若受到轻伤尔。规个车祸的过程，行车记录器拢有录落来，警方已经将着弄着人走去驾驶的信息啦，真紧就会传译到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假先叫人投资，讲要投资狗场或者是饲巷仔鱼，原来这拢是要骗人的钱。嫌疑犯讲，逐个月会当趁投资金额2成，假使若是加招人来投资，佫会当另外趁外路8%的奖金。因为这款的手路真心，拢有一寡20通岁少年家想要加投资来趁钱，上尾才知讲互人骗去，被害者算的300多人。这个主嫌含伊的女朋友，也佫有已经找前女朋友，牵一寡人来替伊招成立。这个嫌犯有查甫有查某，拢总18个人，双手拢铐起来，互警方移送法办。原来因全部拢是诈骗集团的人。伫人面册顶的铺文讲，一个月趁20%到30%，因煞会当代替人客投资的服务。不管是算必加入饲巷仔鱼，还是投资电子钱，因拢真厉害。讲投资5000块，就会当逐个月拢领本钱的20%转去。若是有人入去，一个人佫会当抽8%当作奖金。结果成300多人入去，尤其有真侪拄出社会少年人，想要借这来加趁挂，想袂到尾啊拢互骗去。主嫌为了要取心仪被害人所以他是有带部分的会员他是以搭载游览车的方式
去到云林的某一个风鱼养殖场来取信于被害人。姓吴的主嫌真干巧，佮找对巷仔戏有研究的生图的查甫人来做顾问，专门回答问题。佮较含的是，这个顾问嘛哄骗600万。另外，其他集团的成员佮主嫌嘛拢有关系。现任的女朋友是会计，2个前女朋友嘛拢有职务。袂输那大老爷有大某佮细姨共款。若骗人投资，佮做一个官方网站，互人相信因。毋过尾也是互警方抓到，所有的人拢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咱台视新闻的独家报道，来看到道民众检举新北市的南口文化3路有起厝公司为了要招台管，看起来更较水，家己大主大意，甲电线接去下水道。做工程的时，一个无斗威力啊，提起大家规条电线都安尼等伫咧人行道，人也是一个无细腻恐惊的跋倒。区公所已经要求爱改善，拢无较抓，起厝公司违反规定。新北市永工处嘛讲，限期内若是无改善，就会当要求赔偿。水沟啊，挂规个缝掀起来，看到一条长长的电线，按人行道一直伸，甚至搁探过马路。若是一个无注意行路的人，都有可能会落落去。新北市南口文化3路一段，附近的民众就发现边仔规排树仔顶悬拢有来挂电火球啊，但是电线乃拢总接落去下水道，上少有30公尺长，实在是伤罕，感觉真奇怪。佫就是这是毋是不良的业者偷用公家的电，随就敲电话来报警。警方甲区公所干务人员赶到现场，才发现原来是边仔接待会馆贪着方便，违规来接揽线，将树仔的电火电线对下水道接去机房。被民众投诉还是什么样的状况？那态度情绪好像比较不是很友善这样子。建商先来违规，想袂到区公所的人来现场看，态度阁无好，而且根本都无随来改善。区公所就表示，若是继续安尼落，无排除会来强制加长电线，用户的工程处嘛会来请求赔偿。相关的费用会再去跟申请，就是违规占挂的那个业者，来提出求偿。接待会馆的外观要来布置，煞贪着方便，家己来接线到下水道，除了触犯规定以外，阁有可能互经过的人造成危险。公所就讲，安尼做实在是真自私，阁无公德心。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到这个画面，会当讲是满天钻金条，要撒无半条。台中火车头附近双十路干城公车站牌啊，南北2路公车路线拢是为这经过，拢总有52条路线，市区公车拢会挖靠。全部公车消息拢是写伫咧这支公车站牌啊，会当讲是规个目睭睭，满山拢是树，师傅找无牛。等到找到要坐公车，公车空行已经过啊。台中市公车联营有几日委员会嘛讲会赶紧来改善这个问题。来到台中公车站，想要坐公车，哎呀，想袂到目睭睭的路线，大大的车牌啊，要找到家己的目标，真困难。就是这有点大，然后会就是找不到自己要打，就可能要拿手机出来查这样。先看这个，你去的目的地是伫倒位啊？再开始来看呢。台中火车站附近双十路干城公车车牌啊，来往的公车路线拢会经过这，所有的资料拢总填伫咧一支公车车牌啊顶悬。算算的，这支大支的公车车牌啊，对头前甲后壁总共有52条路线。真无简单，找到要坐公车，有当时啊，就已经袂赴。这支车牌啊，有2个大人遐尼悬，看差不多1公尺。有人踮脚、伸颔棍啊，还是举头来看路线，上顶悬的一排，佫无一定看得清楚。我们用传统站牌，它就必须设10几支的站牌在那边哈。那造成景观上面也是比较复杂，看是不是透过路线方向性来做车辆的一个分流，资讯也给它分流。互人看到目睭花，也佫有即个宜兰的民俗指示牌啊，目睭睭的佫落牌，民众拢讲看到脱汤嘛找无。毋过县政府讲这是统一的寸尺，避免互市容看起来真乱，想袂到意外变做话题。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个话题，这是那中华台南毛5星期的庙。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拜一人面册表消息，讲新营有一间天后宫，看板写讲是台湾人民共产党，也佫有两岸一家亲的标语，升5星期。怀疑讲这间庙是未输天公生的爷妈祖。根据了解，起庙人就是台湾人民共产党党主席林德旺。公务局赶紧派人来查，发觉讲这间庙牵涉到违建，拜5会佫再来会勘一届。
5000支，伫咧风中飞。但挂这面旗仔的所在无伫咧中国大陆，颠倒是伫咧台南新营的一间妈祖天福宫。这毋但有5000支，招牌顶悬佫写着台湾人民共产党，看起来也佫咧筹备的宫庙内底有来挂习近平的相片，佫写着尊敬的总书记，甲大陆一统台湾的拜匾。我台湾真民主啊，是不是啊？这来大陆早就失踪去啊。我本来对这我认同，咱我香港安尼，我小可真会惊。对着徛家附近来出现5000支，甲两岸一统过时，大部分的民众拢讲尊重，因为台湾是民主自由的所在。整理台湾这是农地啊，伊甲乌做阮啊。啊，当伫遐设定一个做啥物台湾人民共产党。根据了解，这间庙的土地原本是渔阮，今年3月才屯平，要做台湾人民共产党的党部。若起庙的人是伊，讲家己是台湾人民共产党党主席的林德旺。伊去年捌来代表党参选台南市议员，但是落选。是目前我们查的这个结果是没有申请建筑执照。这间宫庙的洪主委其实是立委王定宇伫咧面册铺文，逼讲是毋是有违建的问题。工务局表示，最近会找相关的单位来会勘，若是确定有违规，会依法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差不多接收到上新的画面，要来关心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家己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即马办事好参照愈来愈清楚。团讲国民党的主席吴敦义为了要留郭台铭，要用不分区的立法院名单排第一，立法院院长来交换。咱做伙来听郭台铭幕僚上新的讲法。我们一向一起走的，要一起出来是为了什么？就为了你们关心的事啊！来破除谣言吗？梅达先讲。没有，因为那个我觉得有太多那个我们不懂为什么一定要，可能这个世界很多人都很想斗啦，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想说这么离奇的剧情，我们还是需要出来跟大家。我觉得就一次说清楚啦。其实今天Amanda来开会，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一吓一跳，我们怎么这么有默契，都穿了花装，对，就是。我们刚刚有稍微小聊了一下啦。其实我们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3个孩子的妈妈。那我们每天就是忙于工作，忙于这个照顾小孩。其实我们最怕一件事情就是小孩在家里很吵闹。那我们都怕小孩吵了，我们自己当然也就不会吵。对，所以就是。我们真的很怕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因为其实身为3个孩子的妈妈，真的很多事情要做，包含我们自己还要工作。然后郭台铭先生又有很多国政方面的事情需要我们一起来参与讨论，所以在时间的分配管理上，我们都是必须要非常精准的，所以真的是没有时间在这个宫廷内斗上。因为好像是有一些争权的说法，因为 Amanda 好像是以前就待在鸿海，那靖宇姐你是周守训委员介绍的，是不是有一些角力的问题？其实一切都是因缘际会，角力一下，真的，一切都是因缘际会，然后就进入了这个团队，认识了很多朋友。那Amanda个性也是很开朗，所以我们虽然没有见过很多次面，但是就是聊天也是很好聊，所以真的就没有时间在做这些事情，然后也没有说什么分不分权，就是这个团队是大家一起做的事情。然后郭台铭先生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所以他在带领这个团队，其实每个人分工各司其职，都是做得很棒的。那未来发言的角色会如何界定？应该讲说，我觉得大概现在每天的发言，庆瑜他都会为大家服务嘛。那如果有特定的议题，这边是跟可能基金会过去的业务比较有关，或者跟我们初选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比较有关，那可能新来的同事会比较不清楚。那这个部分我可以稍微代劳。那还有，当然我们刚刚讲了，因为我们都是很多小孩的妈妈，因为我们各自家庭的事务也都蛮忙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时间上还是要彼此分工一下。所以我觉得应该全台湾的妇女都可以理解吧。当你家里有3个小孩，然后还会有时间去跟人家斗的话，我觉得那也还蛮神奇的啦。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家想太多了，然后也有可能是外界就是很想要看到说每一个办公室都要有这种剧情才会就是引人入胜，对，比较好看，然后比较精彩，然后比较有这个题目可以写。那其实我们真的每天要做的事情真的是很多，就是我们再讲一次，就是已经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在这个人事斗争方面了。所以2个人事前就已经先讨论过这个工作分配或者什么部分，你们2个针对这件事情做沟通。
没有，应该这么说，我要刚刚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其实，在基金会本来就有一个副执行长的职务，那我们的副执行长是在今年的5、6月的时候就离职了，所以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一个这样的职缺。那另外就是说，虽然过去的这个我们的副执行长他的这个角色扮演没有这个为媒体服务的这一块，但是因为现在可能大家对我们在这方面比较有高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庆瑜他是非常称职的角色可以来扮演。那我觉得我跟庆瑜在先前也做过很多讨论，其实不管是对公共事务也好，对基金会长期从事的一些像教育工作啊或慈善工作，庆瑜也都很有兴趣。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外界不要太过于解读说今天这个事情有没有怎么样，大家的这个宫斗剧还是什么分权，真的没有，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团队，所有的事情大家都会一起合作。我觉得人跟人相处就尽量正面一点啦，不是说每个人就是当不成朋友一定要当敌人。那我们既然有缘可以当朋友，我们会好好珍惜。好像有一说夫人不太开心，说好像败选了，然后笑得很灿烂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说郭太太是个人很好的人，然后非常的善良。然后她过去其实也参与基金会很多的事情，我们的跟她沟通是非常非常顺畅。我觉得啦，大家可以想，如果说他不是人很好的话，我也可能不会去随便讲了一句这样的话嘛。所以其实讲了这个，然后就会说郭太太会生气，我觉得真的把他的度量想得太小了啦。然后他其实真的是对我们很好，而且。上新的消息继续要带大家关心中秋连假交通的消息。公路总共为9月12起，也就是中秋节前一天一直到15，杀各种坐客运的优待办法。根据统计，这届拢总有14间业者，拢总86条客运路线拢有优待。像普通时无优待票价路线，民众拢会当拍85折买到车票。望讲大家无论是登去故乡过节，或者是出去佚佗，拢会当搁较省钱。休困一下，广告了后，继续要带大家关心日本消费税为新历10月初起调整到10%，也毋过有真侪人共款是三无涨。台视频道本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是你们叫我们并桌的，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熟女是很可怕的动物，而且又熟漂亮的，那是更加恐怖。我没有跟人家不三不四。安庆辉，你知道对女性长辈最懂事的称呼是什么？阿姨，是姐姐。听到那个阿姨姐姐之后，就像被衰神缠身一样，创造人生啦！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我想当网红。安安的特色就是可爱、有气质。没有。就这一套。是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长处？台视频道本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东京也有体验过和服，然后这次来韩国。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过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给大家小解一日，就是拄。这个拄都有调着、踢调的意思，像讲一支鱼翅拄伫咧脑梗，险险啊袂喘气。另外，这个拄嘛会当讲是出来吃，或者是动作小可停掉的情形，像讲拄水。另外一个音读做住，带大家做过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拄水，唔有积水片啊走水入去的意思。另外，佫有积水的意思，像讲水沟啊踢掉咧，较会拄水。另外，佫会加一个物件浸入去水的，像讲葱啊拄水就会较脆。第二个词派住，这都要读做住，这个意思就是派去固守的意思。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合做伙。譬如讲，这个收水池有救生员伫遮派住，万不利若是有人拄水，伊就会赶紧去救人。今日小解这一日拄，另外一个音是住，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带大家关心，想要坐游船环游世界，挪威游船公司设一个世界上界长行程的游船旅行，为新历8月31号已经开始为伦敦快乐出航。旅程头尾245天，会穿过6大洲、51个国家，也有111个港口。假使若是顺势，伫咧明年5月登去伦敦，就会变做全世界时间上界长的游船旅行，列做金氏世界纪录。这撮无俗，一个人算算会爱92000块美金，我代票300万。Embrace your inner explorer on an epic voyage.
An adventure that would make even the original Vikings envious. 你敢有想要坐邮轮环游世界？挪威维京邮轮公司塞一个有245天的邮轮旅行出来，6大洲走透透，会经过51个国家、111个港口，会当讲是史上航程上长的邮轮旅行。这只邮轮逐间房间拢有海景装边啊，设备就袂输那5000级的饭店同款。The ship itself has 10 fine dining venues, 465 verandas, a Nordic-inspired spa, a swimming pool, a panoramic lounge, libraries, and a theater. 这只邮轮8月31日为英国伦敦出发了后，会先向北驶到苏堪地那维亚半岛，刷落驶过大西洋，去北美东海岸甲加勒比海，行过去欧洲殖民者行过路线，过来往南驶过智利南边的合温角，伫太平洋东海岸的南美城市靠岸，尾手去南太平洋的小岛大溪地甲斐济，还有风景真水的纽西兰甲澳洲游览。另外，东南亚甲气氛真神秘的中东嘛，拢会去。 Then it's on to London, gliding up the River Thames. 这个行程时间有8个月，比普通的邮轮90天到120天更加久。若是首航会当伫明年5月顺利登去伦敦，就会打破金氏世界纪录，变做世界上上久的邮轮旅行。不过，这个行程一个人爱美金9万2，超台票300万。想要坐邮轮环游世界，嘛是爱开真侪钱的。记者综合报道。 同款嘛是跟落地爱情有关系。提醒下个月，若是按算要去日本佚佗，民众都要特别注意这个消息，因为日本的消费税为新历10月初起调整到10%。日本政府为了要减轻民众的负担，一寡消费有优待税率是依期限制时8%。也毋过这个规定的细节伤过复杂，互人讲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啊，若业者头壳同款冇咧烧，因为新的费率无到一个月就要开始，日本各地一寡店超级市场即嘛当咧无用试试，伫咧设定收银机，大家无用价下箍价卖分货。日本的消费税要甲调较悬，这个时间已经开始倒拍算咯。假日的時陣，这个商店街啊，人是安尼ทั倒是。消費税が上がるって知ってますか？知ってるよ。はい、しんどいですけど、はい。上がってから実際使い始めて、その時になってみないとでも正直実感湧か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安くなったり。8% になったり 10% っていうの違いの区別がまだ、よく分かってないです。細かすぎますよね、実際のところね。何が何だか分からないですもんね、実際のところね。意味不明ですね。戸惑っているのは消費者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店の側も対応は様々です。日本消费税要伫10月开始起悬，要对8%甲起到10%，这甲进前2摆即落压街头的调税无同。有部分的商品通享受这个减轻的税率，譬如讲餐点也是这个饮料，依期即卖8%，啊若是酒精类的商品就调到10%。另外，餐点若是内用，就要交10%的税，啊若是早出去外口食，就是依期8%。伊的内容是安尼复杂过鸟毛，互店家实在是记载袂掉。準備というか、どうですか今状況は？全然何にも考えてないし、なんかしなくちゃね。レジなんかもじゃあ導入っていうのは？できません、この景気の悪い時に。本当に今最悪の来看这间有兼卖日式甜点的这个乌龙面店，伊伫个在地已经做要70年啊。业者想讲，一到死到死担当，无米才来煮番薯苦汤。レジ買い替えました。店としての方針決めました。税理士さんの指導を受けながら、まあなんて言うんでしょう。来るなら来いって感じですね。なかなか。这间业者决定要来行这条核心的路线，无论人客伊是伫个内底食，还是炸出去，加税了后的拢是同款价销。业者家己来吸收这个成本，调降内用的价销来回馈哦这个消费者。外で売ってるものを中で食べたい。この距離でなんて言うんでしょうね。値段が変わりますってことはしません。長く商売させてもらってきたんだから、そこはね抗わせてよ。私たち主が少し泣けばいいこと、一生懸命働けばいい。不过，若是这个税有起，物价嘛对得起，业者嘛唔知讲这款的优惠会当维持到什么时阵。原材料費とか消耗品費、例えばパックとか包材費、確実に上がってきます。そこにどれだけうちが耐えられるかですね。这个起税进程无用甲要下去的，还佫有一间工厂。
欧州市の工場に来ています。見てください。レジ。反対側にも出荷待ちのレジが所狭しと並んでいます。南手县澳洲市的这个收银机工厂，新款的收银机有2款的税率，工作人员是无用咧测试，即马新税率就要来上路。 对各地来驻文的订单有够多。まずこちらの方に1名追加を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こちらで2名追加しております。1名増員して増産対応をしております。这间工厂伫咧7月，佮销出3000台的收银机，差不多是去年的3倍。啊，若员工大家拢是加班2-3点钟，无用甲亲像干落咧踅咧。 业者只好加派寡骹手来斗赶工，有的业者就无通遮尔好运。 因的订单加逼足济，互因记载袂牢。伫咧10月起税进前，恐惊还袂付交货。予想外の展開でですね、ある一定の量は当然予想してお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急激にご注文が多くなったと。若是较好运有去買到收銀機的這個業者，因歹芳的還佫伫咧後壁，因為因愛甲這個商品的稅率刷條啊咧設定。こちらにありますように、12月中旬になります。 物がない状態では結局販売もでき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10月1日のスタートはもう無理ではないか。来看这间红茶专卖店，人客会当伫咧店内来啉茶，买当简单买茶米。若是安尼，就要设定2款的税率。业者提供的商品有哇300種，简单設定这個收銀機，就愛武的規山坪咯。これから忙しくなる時期なのに、もう一つこの作業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ちょっと負担だなっていうのがものすごくプレッシャーですよね。有的業者決定這個起稅的初期，介紹改用電子計算機，發票嘛暫時改用手寫的這個收據。咱國人若是去到日本佚佗消費，若拄到這個起稅過渡期，上好都要加張持一下。記者綜合報道。休困一個廣告了，繼續要帶大家看到中秋送禮，若是有傳統的糕仔餅，即擺用上新的技術，會當甲人面的形拍印入咧糕餅頂頭。台視頻道本週日晚間10點，網紅的瘋狂世界。是你們叫我們併桌的，你們不可以這樣對我。熟女是很可怕的動物，而且又熟漂亮的，那是更加恐怖。我沒有跟人家不三不四。安慶輝，你知道對女性長輩最懂事的稱呼是什麼？阿姨，是姐姐。聽到那個阿姨姐姐之後，就像被衰神纏身一樣。創造人生啦！每周一至周五晚間10點，《我的男孩》。我想當網紅。安安的特色就是可愛、有氣質。沒有。就這一套。是你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長處？台視頻道本周日晚間10點，《網紅的瘋狂世界》。感謝大成寶金冠名播出。東京也有體驗過和服，然後這次來韓國體驗韓服，覺得很有趣。哇，它這好像是起司烤腸。歡迎繼續登來到新聞的現場，要來看到屏東最近一款甜涼筍的新作物真手刺，因為比一般栗仔筍較好照顧，纖維真高，食起來真幼嘛真清甜，請真濟大飯店小姐來注文。種這款栗仔筍的人是公務人員退休的陳景瓊，5年前開始種，互伊種甲有感想，若是利用這個技術，互樹仔較矮，會當閃過風颱災害嘛較好種，伊攏袂看步。去年退休了後，世界分享伊的技術，望大家莫種。本能做回來種這款的栗仔筍。大火落油鼎，摻一寡番薑仔、甲薑絲，隨着鼎去炒菜了後來上桌。這項炒竹筍是真濟人的上愛，還有這個古早味的飯湯，同款有摻竹筍佇咧內底。有的會苦，那個裡面那個有點苦苦，那它這是整體完全是沒有苦的感覺。一般市面上常常看到的攏是栗竹筍，不過屏東潮州這間小食店使用的卻是真少看到的甜涼筍，就連當地民眾攏會指名要買。我們都知道這個是很有名的阿舊食堂，我們的還在這，然後這個做得很好吃。哦，真的、哦？很好吃，它這個很甜又很嫩。
甲一般的绿竹笋口感无同。甜菱笋的幼腻佮香甜，种植的农民就是捌伫咧潮州镇公所做秘书的陈景行，退休了后做田来种竹笋。除了看中甜菱笋的口感较香较脆，种植的方式较方便，嘛是一个大优点。太清淡，里面它是长在表土上，咱看叶啊就免背土。你当时去采收拢是甜的，无亲像绿竹笋有青酸，所以袂有苦味。当时要采收拢会使，也阁会当利用农业废弃物来沤肥。有机的种植加上耐抗，一年四季拢会当采收。而且伊的笋仔嘛成大饭店来落订。公职退休了后的陈景行，继续甲农民来分享技术，嘛，互伊伫咧退休了后找到生活的重心。记者综合报道。下礼拜就是中秋食月饼和两人酥，真侪店两煞真侪好康要来招人客。像讲台中道民众发觉一间卖月饼的店，门口口吊红布条，写讲做30年的两人酥今年上好食，互民众看了到地起摇疑，讲安尼29年前这段时间到底伫咧无影啥？也有人讲旧年买敢会当退钱。头家是讲有一间中华出名饼店业者来到台中开分店要拼生意，互因的生意加减影响到。今年特别用心，毋那是外皮，也有内底啊，拢有调整过。饼店内底7、8师傅无因咧赶工，大家分工，有的糯米粉，有的无因包鸭，就是为着要赶中秋节的两人酥。抹两只山麻啊，放入去烘炉内底，过偌久，香公公的两人酥就出炉啊。用刀啊，甲切开，外皮真酥，内底鸭嘛真济，互人真是要加一喙啊！业者嘛杀好康的优惠出来，买24盒送8盒，搁伫店门口挂红布条，写讲做30年的两人酥，就是今年上好食。有民众看到就讲，安尼前29年是咧创啥？个人讲，旧年食落去的，敢会当退钱？当然说，你去年买到了吃的，你想说可能今年会更好吃啊？没有，等一下会买2颗试看看。想买来吃，对啊，就试试看啊。头家解说讲，因为中华有名的饼店业者来台中抢人客，所以因今年做甲比过去拢更加功夫，为皮到鸭拢有调整。一定是一直往前进步，它不可能一直退后，所以一年要比一年再好，所以每一年他吃到都是最好吃的。头家讲挂布条是因为唔知影要安怎做行销，所以就归去直接写出来。嘛因为这个特别的行销宣传，才会当互因今年的业绩加4倍。记者综合报道。中秋送礼，唔有传统的糕仔饼，即马嘛真有创意的糕仔饼，像讲有人甲亲情50或者是好朋友的面直接拍印入咧马卡龙，或者是饼的顶面，变做上届特别无第二件的伴手礼。这是宜兰这间咖啡店引进正的物件拍印机，用手机啊翕一张相片，利用网络就会当传到机器，会当甲糖拍印入咧牛奶泡或者是甜点心的表面，看起来有够适合。你们笑一个。计势敲好势了后，相片甲翕落去，透过手机的软体甲传去机器，安尼机器个随震动起来。看机器的喷头来回咧喷色，短短15秒内，粉红色的这个马卡龙顶头就随出现这个写实青真的人像。比较温馨啊，就是有自己专属的东西在印制在马卡龙上面。对啊，因为马卡龙我觉得它是一个很 sweet 的一个产品。对，然后如果说把它打印在上面，我觉得不管就是亲自来或是送人，我觉得都很合适。这间店伫咧宜兰市区的咖啡店，除了来这啉饮料、食物件，来听韩国瑜上新的讲法。代表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努力的打拼，我们一定可以达到我们自己美丽的目标，非常了不起。市长今天早上好像受到大雨的影响，前镇这边好像有传出一些积水的状况。对，我们现在大概有6个地区有积水，包括前镇，但现在5个地区的积水都已经退掉了，只剩下凤山、维新桥下面还有一些积水。目前呢，我们移动的抽水机都过去了，我相信很快就会把积水都抽掉了。这次我们比较感到欣慰的就是退水的速度非常的快，6个积水5个已经都退掉了，好不好？现在市政府已经进入了3级开设，我们会严防这次霖铃台风所带来了任何可能的伤害，好不好？好。那另外这一周的造势活动，粉社团好像说已经涨了3%。
好。另外这周的造势活动，那现在传出说朱立伦朱市长他人在国外，那侯友宜侯市长的话，可能因为市政的行程没办法前往。我们都会诚挚的邀请，我们希望9月8号新北市的有一些政治领袖啊、精英啊，还有党内的先进，大家一起来参与，也希望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也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参与9月8号这个造势大会，我会诚挚的再邀请，好吧？好，谢谢啊。市长，请问您对香港这些市长从哪边走？从哪边走？台视频道本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是你们叫我们并桌的，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熟女是很可怕的动物，而且又熟漂亮的，那是更加恐怖。我没有跟人家不三不四。安庆辉，你知道对女性长辈最懂事的称呼是什么？阿姨，是姐姐。听到那个阿姨姐姐之后，就像被衰神缠身一样。创造人生啦！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我想当网红。安安的特色就是可爱、有气质。没有。就这一套。是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长处？台视频道本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东京也有体验过和服，然后这次来韩国体验韩服，觉得很有趣。哇，它这好像是起司烤肠。药膳炖鸡，它有20种不同的中药材质炖的。听说他们的肉非常的嫩，这个我很满意。韩国他们大邱有一个特点，你两手空空也可以来这里野餐，这里很适合就是享受风景。手拿粉扑与庞德进行 PK， 率先将粉抹到对方脸上的人即可过关。预备，师徒实战，单抓出皮孔，单抓出手抓，单抓出手抓，我先让你来。红哥，专长是演戏，你不是玩游戏的。感谢福尔尿酸机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林心如。有时候爱情越平凡越珍贵，在别人的故事里，我们都是智者，可是，在自己的故事里，往往只是卤蛇。如果爱情留不住，至少也努力不让自己留下遗憾。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9月16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我是郭豪森先生，陶艺教室的学生，机车。我现在的目标是腾升银行的郭豪森。You finally found your prince, huh? 你们认识啊？不熟。你怎么会连开锁也会啊？你是不是以前有当过小偷啊？我还当过警察嘞。
开始进行。好帅啊！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是包菜包，迄是小肉包；包土豆，迄是包菜头。台视频道本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是你们叫我们并桌的，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熟女是很可怕的动物，而且又熟漂亮的，那是更加恐怖。我没有跟人家不三不四。安庆辉，你知道对女性长辈最懂事的称呼是什么？阿姨，是姐姐。听到那个阿姨姐姐之后，就像被衰神缠身一样。创造人生啦！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我想当网红。安安的特色就是可爱、有气质。没有。就这一套。是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长处？台视频道本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东京也有体验过和服，然后这次来韩国体验韩服，觉得很有趣。哇，它这好像是起司烤肠。药膳炖鸡，它有20种不同的中药材质炖的，听说他们的肉非常的嫩，这个我很满意。韩国他们大邱有一个特点，你2手空空也可以来这里野餐，这里很适合就是享受风景。手拿粉扑与庞德进行 PK， 率先将粉抹到对方脸上的人即可过关。因为师徒实战，单抓出鼻孔，来一碗可走抓，来一碗可走抓，不要让你来比专长是演戏，不是玩游戏的。感谢福尔尿酸鸡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林心如。有时候爱情越平凡越珍贵。在别人的故事里，我们都是智者；可是，在自己的故事里，往往只是鲁蛇。如果爱情留不住，至少也努力不让自己留下遗憾。欢迎继续回来到新闻的现场。下礼拜就是中秋，一寡人拢会烧酒烘肉，提醒大家食时都要特别注意，有一寡的禁忌，像讲生过烟肠、蛤蟆有阿硝酸的食材，假使若是有暗胺的食材，也就是海产做伙食，像讲干贝、刀鱼，安尼就较会产生致癌感情的阿硝胺。医生建议讲加工过肉和海产，若是要做伙食，上少都要让2点钟。烟肠放伫咧烘网顶悬，烘甲油金金，真芳真脆，一喙加落是真满足。这个时阵若是搁配几只虾啊，一喙甲食落去，会使讲是中秋节烘肉质感上好的组合。在烧烤以及加热的过程中呢，它其实会让海鲜里面的一个催化酶的浓度会增加。如果说你吃了30克的肉制品烧烤，然后呢再加30克以上的海鲜，那么有可能产生的亚硝胺浓度对身体造成伤害。根据研究，若是每天食30公克加工的肉，致着大肠癌的风险会是正常人的50倍，而且海产内底阁有催化，
举例来讲，若是要食烟前这类生过加工肉品，内底亚硝酸转变做亚硝胺的速度是1，但是若当时食落有胺类的海产也是干贝，都会催化亚硝酸变做亚硝胺，转变的速度会紧10倍，造成肝脏袂赴来代谢消化，提高致癌的风险。想要2种食材拢食，上好是爱让2点钟以上。那虽然大部分的致癌物质在体内浓度很低的情况下，并不会引起身体主要的一些病变，但是长时间的服用，甚至呢在短时间内有比较大量的饮食摄取，很可能就会产生类似致癌的风险。还有以烘肉来讲，上扣气就是高温，尤其是蛋白质烘甲臭火焦，会来产生二环胺。伫咧动物的实验内底，嘛有证实会有致癌的风险。实在上好嘛是先用水杀过，再来烘，嘛就要减少温料，较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人咧讲鸡屎落土3寸烟，来看到厝内饲的鸡仔，哪会遮尔听话？花莲建安乡有一个饲鸡的人，伊饲的鸡听伊一个口令，就有一个动作，会当讲是完全军事化的训练。鸡仔真听话，佫会走标练体力，真看起来变跬鞋，互大家铺上网络了后，拢笑甲要变过。追所有的鸡，食饭的时间到，毋过人讲的话，鸡敢听有？快跑！所有的鸡仔拢拼死走过来，哇！这是什么咒语？互鸡仔拢这么乖？向中看，今天早上，每一个人要跑5000公尺。鸡仔唔但会晓一合，佫会晓排队，刷落各甲含的要求来啊，走过轻功笑。各就各位，预备。跑！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敢讲即摆鸡条嘛是军事化训练，啊，饲鸡的人变作士官长嘛，互网友笑甲变过。留言讲这是上有实力的鸡，佮叫伊分享饲鸡的撇步。实际去问花莲，佮安尼这个饲鸡场答案煞互人真意外。必须要有饲料骗进来，它才会过来。原来是为着要食饲料，鸡仔才会这尔听话。长时间伫同一个所在饲，嘛是一个撇步。听到食饭就变甲这么乖，看起来食人饭烦人问，这句话对鸡仔来讲嘛是会通的。记者综合报道。插播上新的消息，这是00风台划过来咱台湾，外围环流影响到宜兰外海开始透大影，有钓鱼的人暗时去海峡边钓鱼发生意外。宜兰一个42岁细小的查甫，半暝伫头城经帮渔港北边的报花，雄雄互一阵小狗应该架落。钓鱼这人因为徛袂知，为3公尺悬的报花摔落来到内底，沿个车路双脚骨头断去，赶紧互人送去大病院，互医生看。新闻上尾要来看到美国式骹球 NFL 芝加哥舰队伫咧主场馆的外口采2身差不多重4公尺、重差不多1300公斤的重伤，要来表扬已经过身的传奇教练乔治哈拉斯，也有已经过身的球星厄尼德韦顿。新闻上尾，插台做过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台视频道本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是你们叫我们并桌的，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熟女是很可怕的动物，而且又熟漂亮的，那是更加恐怖。我没有跟人家不三不四。安庆辉，你知道对女性长辈最懂事的称呼是什么？阿姨，是姐姐。自从遇到那个阿姨姐姐之后，就像被衰神缠身一样。